去年底有人工目药的产品退出健保的市场，有药师是批评讲，健保署为着要压价计价，造成药品退出健保，结果爱用愈较贵的药品来取代，目前佫欠货叫袂到货。药师是强调讲，人工目药的厂商表示讲，今年4月初就会当恢复正常的供应，这段时间无其他的人工目药的产品会当来选择。 即马民众用3C 产品的频率增加，用稳定目镜的人变多，不少民众会买人工目水来点，互目睭较爽快咧。不过，国内去年用量有甲234万罐的人工目水，瑞仁点眼药这个牌子，去年11月份退出健保给付，改做卖自费的。即马病院改用爱德瑞人工目水来代替。不过，有药师从顶个月开始就叫无货。其实我上个月就叫不到了。 到这个月已经是完全没有货了。那现在的话，其实社区药局是绝对拿不到货，连有些医院也没货了。是不是这个又重蹈氧化镁的一个覆辙？瑞仁点眼药因为健保议价退出健保市场，一罐的价销嘛为44块起到差不多120块。药师沈彩英批评讲，健保署迄当阵无提悬瑞仁的健保价销，等到改开爱德瑞106块会搁较贵。 毋若减一间健保药品，还阁爱开搁较侪钱来给付健保。药师回应讲，欠缺的时期会当用共成分、共剂型、无共量的药品来代替。因为它药品的包材供应不足、原料短缺等因素，那持续无法足量的供应，好，所以它一直在控货。那预计是在今年4月初恢复供应。健保署指出。 目前健保有给付改善目睭焦、目睭涩、相关适应症的药品，拢总有17项。有关瑞仁点眼药退出健保市场，健保署捌几啊届甲厂商面对面沟通，经过2届药物共同议定会议讨论，还有药师公会登记的主张，认为瑞仁点眼药并不是无法度取代，应该回归只是用药的市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